息！锦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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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，锦溪，锦溪！也不知道贺锦熙现在怎么样了，和我斗，这就是个开始。 景熙怎么样了？少夫人是因为受到了过度惊吓而引起了昏厥。我已经给她吃了一些镇定的药物，醒来应该就没事了。不过，以后不能再受到刺激了。平时啊，多给她吃一些安神补脑、镇定心神的食物就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只要他没事儿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呦！ 刚才看到他那个样子啊，真是把我给吓坏了。老方啊，赶紧送沈医生。是，谢谢了，沈医生。沈医生请。慢走啊。锦溪。 锦溪，你醒了。古西城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天哪，是你救了我吗？傻瓜，你没事就好了。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做清洁工，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